世界卫生组织讲，新冠病毒会靠空气来拓开。国内感染科的医师讲，理论上有这个可能，但是也是要找到更较侪证据才会当来证实。目前这个新冠病毒主要也是靠烂手来传染。 赶上班，坐稳的车厢拢是人，密闭的空间就惊讲喙烂喷来喷去。但是你就是新冠病毒，只有透过喙烂会传染吗？世界卫生组织表示，空气的传播冇可能。就算讲咱保持1公尺半的社交距离，冇可能会得到新冠病毒。如果有空气传染的话呢，就是外科口罩就没用了。空气传染可以传10公尺、20公尺的，基本上大部分的专家还是认为，绝大部分的传染应该还是来自于飞沫。 跟接触，这个还是目前的主流意见啦。目前透过空气传播的疾病，包括气热、恰板疮、水痘，就是讲，如果这个病拢无单独的空调换气，就算你伫无共款的空间，冇可能会透过公用的中央空调去感染。那安尼，防疫旅馆的存在就根本无效。一个病是空气传播的话，你就非常困难，你根本挡不住，你必须把所有的病人都关在负压隔离室里面。如果空气源有传染的时候呢，那个地方你在边境管制几乎没有效果的，所以以我们现在边境管制的效果还不错，这个可能性其实是不大。不过，新冠病毒到底是不是透过空气的传播？大部分的专家也是保留的态度，袂当讲完全无可能，但是需要更较侪证据才会当证实